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2022年哦，咱这个9合1的选举呢，就要伫个11月底来举行。现主时呢，有意要参选的人，拢已经着小铺上台面。尤其最近呢，真侪政党拢伫咧进行初选的作业，所以咱市民新声节目呢，嘛要甲大家做伙来关心。咱的陆续呢邀请到一寡要参选的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参选的理念、因的政治吼、因的政见，也佮因的理想甲抱负。尤其呢有一寡政坛的新人呢，咱嘛希望讲透过咱的专访，会当互大家好好来熟悉因。今仔日呢，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要来参选咱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的资深媒体人。现在呢，我们就来邀请中华日报的执行副总，他同时呢也是台南市9·1外勤记者学会的理事长姚振玉姚姐，欢迎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姚振玉哈，大家好。对，好，非常欢迎姚姐。姚姐其实是我们非常敬佩的这个前辈啦哈，因为她在媒体界非常的久，而且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哦，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尊敬她。然后这次她要参选哦，其实因为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的祝福她啦哈。那平常呢，可能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华日报，然后想到说，这个媒体听到姚振玉3个字，其实大家拢知影讲，有姚振玉这个人。但是呢，实际上咱观众朋友对了讲，姚振玉除了是一个记者以外哦，一个资深媒体人以外，他到底呢还有什么样的身份背景呢？他的来历是怎么样呢？大家都相当的好奇，因为要参选的话，这可能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所以今天好，那么先一开始呢，先请那里姚姐来给大家说明一下，你会怎么自我介绍你自己啊？大家好哈，其实我在台南，我土生土长的台南人，然后我在台南就学，然后在台南工作，在台南结婚，在台南成家。其实，对我一直只有台南，对，我只有在大学毕业哈，我是。这样讲好了，我之所以这一次会选择在北区中西区，其实我跟北区中西区也是有渊源，因为我是公园国小毕业，延平国中毕业，然后都在北区哈，对，我很早，我父亲是我们先前是住在大道新村2中后面，然后在那里长大，所以我念的是公园国小。那后来念延平国中之后，我们有搬家，我爸爸进台电，所以我们有搬家，然后住在公园南路。其实就是在北区那一带，其实生活还蛮久的。那后来我成大历史系毕业之后，我有到师大念教育学分班，本来是想说要当国中老师，但是呢，就是因缘际会啊，我考上中华日报。所以我就在中华日报当记者，那时候是目前看起来目前有20几年了。然后我一直主跑党政跟府会，对，所以我跑新闻的时间还算蛮长的。然后也因为跑新闻的时间，我对于地方是有了解的，然后我又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有深切的情感了。然后我2年前我到成大政经所去念，为什么会去念成大政经所？其实我也是想说，我跑实际新闻这么久哈，政治新闻，那我是不是可以到学校里面再去学一下政治学？对，就是印证一下我学术跟实际上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我们有一些教授他是纯理论，他不像我们有实务。那我们有实务，但是理论不是很了解。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修方式了。我觉得在记者工作，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行业。然后到现在，我觉得记者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对，也是我诱使我这一次可以愿意，然后希望来参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然后也很热爱我们台南，然后对台南真正是非常的羡哈，然后就结婚生子都是在台南。对，正好也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起其他人来讲，要离乡背景哈，我就是一直在台南，所以也看了台南这几年的发展啊。所以对台南，我觉得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对政治有一些期许，所以我才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刚姚姐你有谈到说就是讲，你可能是做记者嘛吼，对咱的这个市政啦、议会等等咱台南非常的熟，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你也想要来参选，但是呢，硬要参选的话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原因，所以你真正其实要参选，为什么要参选？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来做这个报告好啊。
其实我真的是参选的动机是非常的简单哈，就是因为我们长期我跑议会10几年哈，对，其实对于议员啊，对于市政运作啊，或是议会的一个生态，其实我是有了解的。那之所以这一次会想哈，其实我在大概跑新闻的前5年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年轻。就是那时候政党发展其实刚开始了，反对党的那时候是民进党是反对党，那时候就其实有一些民进党的前辈哈，就是认为说，因为他们急需找新人，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希望，就是有意愿来从政？因为其实他们那时候是很需要人，因为我跑新闻的时候，民进党在议会只有3席。那时候只有3席，现在已经过半，对他们很需要人。但是那时候我觉得记者工作做得还不错。那再加上我那时候小孩就是刚结婚没有多久，所以我对于从政其实我是没有考虑。那时候觉得记者工作做得还不错，然后我要照顾我的家庭啊，我的生活，所以我就没有考虑。那之所以这一次会想要来参选的原因，就是其实我的工作的一个历程也到了一个阶段。已经变执行副总了，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的家庭，我的孩子也长大了，都长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有余力可以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再加上就是您刚才讲的说，我为什么会这样选？因为其实我跟这些现任的这些议员哈，其实也都很认识很熟。对啊。如果说你说我要投入选举去跟他们拼搏，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以一个反对党的一个立场来讲，其实这些议员他为了要维持他的一席之地，其实真的都还蛮努力的，尤其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情况下哈，真的不容易。那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念头哈，除了刚才讲的一些时空环境之外哈，也是因为我们这一次中西北区有一个资深的洪议员他不选了，就是他不选了，所以会有一个实际上的空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就是说我没有在打败其他人去跟其他人竞争，这是我比较消极的看法啦。就是说我不用去打败现任的这些议员好朋友，然后的情况下，我觉得国民党在这里这一席必须要必须要有一个人接手啦。对，坦白讲哈，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做记者就是正好就是监督嘛，对，就是在野啦。其实媒体被认为是永远的在野党，没错，所以正好这个在野党有一个机会。是不是我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跟条件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一个参选的起心动念，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其实我看了这些国民党的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女性嘛，哈，现在的2个男性都很优秀啊，谢龙介议员跟许志春，对，都是非常优秀资深的。那我就观察，就是国民党女性里面有没有想要选的，就是不管是正2代啊，或是助理啊。或是其他哪一个面向的，好像几乎都没有。都没有。那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可以给选民一个不同的选择？因为长期以来就是国民党，尤其是他现在在野，整个气势上跟以前差很多。对啊。几乎很少人愿意在批国民党的战袍。其实坦白讲是这样子，所以他要去找人选，真的也比较难，就是找比较合适的人选也比较难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说，国民党在这一席里面，其实他的支持者对他的政党，或是甚至于对现在的政治情势来讲，其实是有很多的期待跟无奈啦。他们希望能够有实力、有能力的人来出头，但是整个政治情势好像又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说，我可以来尝试，但是政治的水还蛮深的。其实选举这个事情哈，跟你的能力跟条件，有时候是未必是绝对划等号啦。因为我看了很多这个议员先进哈，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从早到晚要服务选民啊，然后要做很多很多跟选民接触的事情，所以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他为了要选票啦，坦白讲，就是说你没有当选，你有其他再大的理想抱负能力，那都没有用。所以选举这个事情其实是有难度的，但是表态然后争取到现在，我是觉得我相信我的选民跟支持者，他们对于候选人是有期待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这样子的话，您加入国民党多久了？其实这样子讲好了，就是说，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入党。那我自己，因为我爸爸我是外省2代，所以我妈妈是台南县北河郎，
北河，对对对，所以长期以来那个时代来讲的话，像我们刚开始住眷村，那后来我爸爸去台电，所以我们离开眷村。其实我一直是在那种外省二代的家庭长大，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我觉得其实是我一直是党员啊，但是我做了记者工作，我觉得就是说，像我觉得民进党这些议员哈，尤其是新生代，在议会里面的表现的确是非常杰出。那我觉得像市议会里面啊，真的不可否认，我觉得在我写新闻或是做评论的话，我觉得我是真的是看人，因为国民党你如果表现不好，其实真的也很难得到掌声。对不对？然后民进党，我觉得他们的这些问政表现，还有亲和力，还有培养下一代接棒世代的这个表现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杰出啦。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像我们中西北哈，有一些老议员，就是资深的议员，因为他是应选6席，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是没有落选的空间呐。就是坦白讲，就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其实都很好，只是说他们面临自己新生代的竞争。还有就是说，整个时事来讲比较在乎新人，所以会有那些压力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表现真的很好，如果让这些资深的议员落选，也是很可惜。对，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一次那个洪玉凤议员，他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对，他是国民党很资深的啦。对，那他就是这次不选了，然后就是变成你就想说好这个机会，因为你跟他也我们知道也是说就是关系也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跟议员来讲，其实问政这些议员哈，以国民党来讲哈，要长期要保持一席之地，其实真的都很不容易啦。对，那我觉得其实政坛的新陈代谢也的确是需要啦。就是说你如果很年轻开始做，议员大概有的台南市议会啦，平均5、6届的很多，5、6届20年嘛哈。其实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从政最好的年纪是大概40、50岁。就是说他在工作、事业、家庭上，他有一定的一个稳定性跟一定的经历之后，他来从政。然后40、50岁从政之后，他不会做太久。因为现在就是说，政治人物就是说，除非他不能做，不然他都会一直要做。就选上了的屌对对对，就是说你不选很可惜，然后不想放弃，或是没有人接班，他又继续选，会让政坛的新陈代谢变得很慢。所以如果以一个政治发展，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40、50岁来从政，因为我觉得从政你还是要有一些对工作、对家庭、对事业上的一个小小的基础。对啊，各方面的经历资历要够。对，就是你如果说太强调年纪哈，就是你没有一些家庭的经历、生活的经历，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哈，你来从政，其实对政治来讲并不是好事。他可能只能听着跟着人家举手，这个就是意义不大。如果40、50岁，他有一点这个生活历练，然后他的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觉得对这个政治环境条件的一个改变其实是比较好的。再加上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就不条件限制下，你就不会做太久了。然后促使他的政坛的新陈代谢也是有必要的。像我们国民党其实在政坛里面哈，现在希望年轻化。但是因为你新陈代谢不是一下子可以做的，对啊，它需要时间呐。所以我觉得像我的参选也是一个刺激啦。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也不是可以做很久的，或是愿意做很久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投入一个涟漪还是什么哈，就是有一个新的浪潮，然后让它做一些改变。我希望我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对，就是说您这样的年纪，然后你的资历，其实哇，这个议会的问政，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议会跑这么久的新闻，那其实很多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姚姐写的那个新闻，还有一些评论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对议会啊，对我们台南市对整个政治方面，他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意见，然后真的是等于就是也是在把关了，就等于是拿笔嘛，在做监督。对啊，第4权就是监督问政，所以我觉得就是当议员，当好一个议员的，就是为民服务嘛。然后就是监督市政，然后为民服务。我觉得我们当记者你也知道哈，因为我们的关系的关系，所以我们会认识一些官员，然后有一些民众他会有一些问题的话，他会请教你，所以无形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在服务选民，就是帮他解决问题。对。然后另外一个监督市政，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市府议会观察，我们知道市政府的问题，或是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问题或是解决问题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才会有
有胆子或者有勇气来参与这个选举，投入这个选举，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对，没错，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当记者啊，一来是可以听到民众的心声，然后你可以全盘的了解整个议事的运作，然后也了解我们整个台南市的生态，然后透过不同的接触人群、不同的采访，其实自己的经历跟历练是对自己的成长是蛮有帮助的，所以就是投入议会的话，其实是可以马上就上手。对，这个是我自己比较有自信的地方哈。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我必须要做的就是让民众了解我跟信任我，我可以帮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好。对，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要有这个很长久，就是当记者的基础。我遇到什么问题，我是直接去找哪个局势，我知道怎么解决，有什么管道。这个的话会节省很多的力。所以呢，其实这个国民党团这议会国民党团呢，也在日前召开记者会，大力来推荐我们这个新的女力姚振玉。所以我们现在看这段新闻报道。3月8号妇女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推荐资深的女记者姚振宇来参选台南市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选举。党团希望党中央应该重视女性参政的潮流，和优秀的女力伫个民调的初选会用来胜出。加欢迎登起来从事大众媒体报道，很有监督力量，很有 power。姚振宇小姐今天趁妇女节来宣布。要参选台南市议会的议员了哈，欢庆为国民党党团的先完，我们抱持很高兴、很喜悦的心情，因为后姚振宇，我想不是讲一份战力，也战力我想用经过伊的专业来提供我各位议员参考，我想监督的力量会当愈来愈有力。长期间，姚姐的政治色彩。他只是想要去针对市府的一些不对的一些做法，做出他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说，相信说长期间来，我们大家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真的想要为人民做的一些事情，所以真的很开心。然后姚姐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也相信说，只要加入我们国民党，就是我们的家人之一我们一定会全力来相挺。参选人姚振宇表示，台南市议会一直欠缺媒体出身来担任议员。伊表示，对媒体记者转换身份，唯一无改变的就是监督的角色，总比甲大人物来合照，或者是某人的子弟兵。如果当选以后，如何来监督？因此，将以职业的特性来提供选民一个新的选择。这一次之所以想要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提供我们选民一个不同的选择，不是说这个不同是比较好，就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台南没有媒体界出身的民意代表，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可惜。那我自己从事记者，其实这个是不违背的，因为是记者就是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监督公共事务，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这个年纪，然后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目前政治环境是一党独大，对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啊、施政啊、政府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失去制衡力量的感觉了哈。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野的监督的政党，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职业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更好的监督。姚振宇坦承，因为国民党目前伫市长的协调、甲议员的初选规定，拢还未有时间表，嘛无办法。而且台南市13个选区，竟然有9个选区，国民党拢无女性的议员，因此建议伫妇女保障名额的选区，应该爱加提名女性来参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好，所以呢，议会国民党团也非常的力挺姚姐出来参选所以对于您的小挺那你是不是觉得也很暖心呢？对，我很感谢这些前辈大哥大姐对我的一个照顾提携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希望把在野党的角色扮演好。
所以他们也希望有新生力量的加入啊。对，其实国民党的席次其实是可以再增加的。以议会来讲哈，就是我们台南市，大家都知道市长是民进党，然后立委是民进党，没有一席国民党的。如果在议会里面，我觉得应该有制衡的力量跟在野的力量是更大，是对政治发展或是对市政发展，其实真的是比较好。对，没错。好，那我们知道你刚刚有谈到啦，说你会选这个中西区跟北区，是因为除了你就是在北区啊读书啦，然后在那边长大以外，这个关系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现任的议员谢龙介，他是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台南市长，虽然现在的这个初选可能还在进行协调当中。那另外呢就是洪玉凤议员就是也没有选了，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除了你本身是在这里长大的以外，然后这一区相对的来讲，是不是也对你的参选比较有利啊？其实那时候我决定这一区真的是因为洪议员不选。是。对，然后现在就是洪议员不选之后，因为我们谢议员他是非常资深的议员，而且他表现很好，在台南也可以算是台南市国民党最知名度最高的一个民意代表议员，所以他这一次已经表态他要争取市长提名。那如果他决定市长提名的时候，他势必议员不选。所以议员不选的话，国民党在这个选区可能就有，因为现有的就是剩下许思春议员嘛，对，所以他会有2个空间。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没想这么多啦，只是说现在看起来的话，他是更有空间。对，更有空。当初只是看到说，洪玉凤议员不选了，那有一个女性的空间。是。那现在变成这样子。对，因为现在国民党也有一个年轻的人，他也想参选，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大家一起为国民党打拼，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因为毕竟国民党的选票因为那时候这一次谢龙介当选是最高票。所以他的得票2成多，其实他的得票其实是够2个议员才当选啦。对，他得票率很高。对，因为他拉了很高，那时候韩国瑜，所以有韩流、韩潮，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国民党只有3席，但是得票其实是可以，如果说做得好，因为1万多票就当选了，所以就是有3、4席的空间呐。所以以目前来讲，其实他如果谢议员去选市长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国民党在那里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提名新人的机会跟空间。对。好，那目前这一区在国民党方面呢，就是您还有这个蔡宗豪，然后另外呢就是北区的永祥里长高凯旋，对，也是有意要来参选。对。好，那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就是说您怎么来看他们这另外2位？对。就我了解就是党部其实他也开始作业啦，因为他有一个谢龙介是不是选市长的一个变数，所以他目前还没有。要等市长选完才有办法选议员部分嘛？可能是会这样啦。原则上他可能是先登记，然后确定了因为你要先确定有提几席，如果提2席的话那是不是妇女保障应该有？或是他提1席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妇女保障优先？这个都是党部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这个部分我觉得尊重党部，但是就是希望党部做公平公正的处理啦。是，那日前他们有召开一个就是针对这个议员选举的嘛，有讲到说，就是现任再加1，那在台南市的部分没有这样子吗？现任加1，其实如果说现任加1的话是比较危险啦。那再加上我觉得就我了解就是国民党在台南其实也没有几个新人参选。对，所以加1会比较危险一点，对不对？加1可能也没有人要选吧，所以这个情况各选区是不同啦。对。但是我觉得鼓励新人也是有必要啦，但是也要着衡现实，就实际的考量。但是国民党其实他的选票能不能更突破，我觉得也要看候选人啊。对，候选人的一个提名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因为这一次你其实主要是因为洪玉凤议员没有选，你要来选。那我们也知道你跟洪玉凤议员的其实关系不错，因为问政，然后也跟他认识很久了。但是其实现在外传就不知道这是谣言还是什么，就有人说，蔡宗豪他才是洪玉凤的接班人。听到这样的传言，你有什么感想？其实对我来讲我不认为说当接班人
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啦，所以我在我这一次哈，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我这个，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接班人也好，不是接班人也好，子弟兵也好，我觉得尊重，然后有人带，有一个前辈，然后引领指导，我觉得这也很好。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哈，我是比较认为说我自己的情况啦。我觉得我不是谁的子弟兵，我也不是谁的接班人，我也不是谁的代理人，我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靠着我自己的条件跟能力，就是我要诉求的，就是我跟大家一样，毕竟你要有一个人来带你的话，不是大家都可以。我诉求百姓，我诉求大家，我跟大家一样，所以我不会很。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街面上看到很多竞选看板，竞选看板很多，因为民进党初选开始了哈，对，所以我们在街道上随处可见看到竞选看板。可是你会发现哈，有一些参选人，甚至大部分的参选人，他都跟市长一起。市长推荐、立委推荐，甚至总统、副总统推荐。那我觉得这样可以拉抬知名度，我觉得也是很好啦。但是你会让我们选民不知道说我是选你还是选他，对不对？就会看不到那个参选人本身，到底是本身还是选那个立委、选那个市长、选那个副总统，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包袱啦。但是也是，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名人推荐是很有效的，但是我认为说对我自己来讲，我要诉求的就是说我不是谁的接班人，我不是谁的代理人，我不是谁的子弟兵，因为现在就是说，你如果当市长的子弟兵，那你到议会，你到底要不要监督市长？对，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个是跟你选这个议员其实是有一点违背啦，坦白讲。对啊，你要监督市政、监督市长、监督市府官员，结果你是他子弟兵，那我这样子会不会棒罪呀？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啦，其实我以前有发现，但是我这次自己参选的时候，我刚刚这问题吼，我那真严重，为什么大家拢要跟市长做伙，然后变好朋友、变子弟兵，这样子选民是买账的吗？那选民知不知道说，你今天选这个议员就是要监督市长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子啦。我自己想，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今天是选议员，那我跟市长在一起这么亲密，或是做他的say喊的，这样会不会让选民是不是应该比较清楚的讲到说，我们是要选举一个什么样的议员？其实议员很重要，他是要监督市政的，他不是要帮市长拉票的，对不对？如果是当市长拉票，他应该去当官员呐。坦白讲哈，要跟他站在同一边嘛。那你如果今天要帮他，要监督他，结果你跟他关系这么好，你监督得下去吗？会不会护航，还是会放水？对不对？是。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没有搞错了这一点呐。他们一直觉得市长可以拉抬他，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这样子跟市长在一起，太过于接近的一个造势或是一个共同选举，会有这样的问题。会让民众有质疑。对，所以我点出来，我就觉得我凸显的是这个部分啊，我凸显的是这个部分。所以这就是你最新推出的一个，这是我最新的，对，因为其实选举真的是很花钱，然后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哈，街上满是竞选看板，其实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很高，我知道你只有4块，对不对？4块看板。对。那我现在所以我希望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其实我第一个看板哈，其实第一个看板这个对，我第一个看板这个很引人注意耶，因为你知道你好大，我不怕旁边是谁。来，我们先看到赖清德，然后林俊宪，然后后面才看到周家伟，对不对？其实我要讲的哈，我倒不是觉得那个议员候选人大，而是他旁边的人很大。你说他旁边的副总统跟立委很大，对。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要凸显的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我这些看板哈，我希望我的看板虽然小，但是我的看板诉求很清楚，让大家知道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看板，其实这个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了哈。对，您好大我不怕。其实我要凸显的是，因为赖市长其实大家也知道，他可能是将来的总统人选哈，是，所以他的权势很大。他在台南其实
主政大概10年嘛，2届，其实他在台南是有相当的大的影响力。对，没错。对，那我正好又跑市府、跑议会，所以就是说对于他，我觉得做一个记者来讲，我觉得我要凸显的是我的媒体特性啦，就是不畏权势，不畏强势，我可以做好监督的工作，这个是我这个看板要凸显的。然后很多人他会觉得哇，你很敢，你很猛，你敢这样做，我要凸显的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很鼓励我，而且也觉得说哇，让他眼睛一亮，他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在野党的一个民意代表。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要打中那个在野民众、在野支持者的一个心啦，他们会觉得说，对你不能太屈服于权势或者是强势啦。对，因为毕竟在台南的话，这个。大家讲嘛，民进党推出一个西瓜都会当选嘛。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我觉得就是在野的力量哈，还是要更勇敢啦，更直接，对，更有力。其实最近就是大家在路边啊，都可以看到哇，满满的这个竞选看板。那其实大家就是这一个。我也是那时候看了以后觉得哇，这个很吸引我的目光。哦，你有吗？你对啊，就觉得哇，看到就是说那么多呢，其实我对这个印象最深刻，对不对？您好大，我不怕。然后其他候选人到底是出了什么看板，其实我都忘记了。对，就这个让我印象超深刻的。对，其他的就是名人推荐啦。对，大家可以发现哈，那个大家等一下如果到外面去看一下，都是2-3个人，对，2-3个人加一个候选人，或是1+1，就是都是推荐啦，都是别人推荐。所以后来我才会出一个这个，我也是有感而发。我觉得大家应该重视的是参选人本身，而不是谁推荐他啦。对，而且我发现很多推荐的一个人推荐好多人所以他推荐谁我都忘了。对，他迫于。他可能未来他想要做市长，所以他必须要对。那后来那个民进党他们就是说市长跟总统跟副总统，还有他们的提名的人哈，他就不能再用。对。其实他们党内很竞争，所以党内其实也很在意这个。对，然后民众其实蛮夸个不飒飒，那反正你民进党就是他们大家都会那名人都会来推荐嘛哈。那这次我们姚振玉呢，他就是我不是子弟兵，我不是接班人，我不是代理人，他是他自己那其实靠你这个之前当记者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其实就很足够了，对不对？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这一点，跟大家一样，我不是一个就是指定接班，我不是一个谁的子弟兵，所以他必须听谁的，就是我是我自己，我代表民众，我来自于群众，我来自于媒体界，然后我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参选人本身的条件的凸显。对，没错。我想大家看到我，不是看到谁推荐我。对，就是说，在意候选人本身啦，哈。好，那我们知道说你参选这一区之后，那中西区跟北区，你当然就是要对这2区，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未来才能够在议会好好的来了解说替我们民众提出他的诉求，然后去监督市政嘛。那你针对中西区跟北区，你认为说目前他们的建设或是整个这2区，你认为说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或你个人的政见 ？OK， 中西区来讲哈，它是一个老城区。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中西区它现在就是假日的时候人满为患，就是停车啊，还有停车的空间，还有道路啊，还有小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我觉得中西区是台南的宝，宝。因为很多古迹啊，然后庙宇啊，传统的东西都在，还有一些知名的巷道都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观光的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没错。所以我们市政府对于这些老城区的一个规划，或是赋予它新生的这些做法，其实对民众来讲影响很大。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再加强跟重视。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其实中西区的人口有减少。它现在其实人口减少的问题还不小了，还不小。就是对。它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少子化，再加上其实地价也很贵。我也说在启东新对。所以现在就是往安南区啊，往那个归仁啊、仁德，其实他们的人口数是增长得很快，但是反而中西区它的成长是很慢。但是我也有发现了，中西区慢慢有一些年轻人回流。原因是中西区的文化观光的价值提升，
所以说有一些年轻人就留下来创业，所以做生意，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做很多配套，就是停车场，现在市府开始慢慢的盖停车场，然后还有这些商圈的一个没落，市政府将来也要注意，像那个神农街，他们其实慢慢的做的还不错，那是不是怎么样让？因为有一些居民会觉得说人太多了，影响他们生活品质。对，这个是如何让老街道它赋予新的一个生命之后，具有观光文化的价值之后，它怎么样维持它本来的生活品质？我觉得这个是市政府必须要跟地方去多做联系跟沟通啊。那北区其实它是一个新的区，然后它有一些老旧眷村的改建，然后它会有一些弱势民众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建立，或者就是市府应该去比较重视这个部分了哈，因为眷村改建之后，有一些住民都是比较扰的弱的哈，弱势的，其实市府要重视。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北区其实慢慢发展，有一个新的商圈，就是小北，还有一个新的大型的一个商场，哈，也开始要进驻，所以它也是发展的很不错啊。而且它再加上它紧邻永康，就是市政中心，其实北区的发展也是指日可待。那怎么样在这个新兴发展的区域里面，它可以做到交通管理，不错。然后它的一个商圈的规划不要影响到一般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是政府还有如果未来进市议会可能比较要重视的一个课题啦。那还有就是北区它有盐水溪，对，然后它的整治，还有它的一些未来的高滩地的一个规划，我觉得像台北的一些河滩地的一个规划，球场啊，或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公共的建设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北区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建设的空间。对，这是我目前对这两区的基本上的一个想法。对，所以其实这样听就知道说，不愧是资深媒体人呐、因为其实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也知道说可以去点出那个问题点哦。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只是身为媒体，我们拿笔在批判，那市政府可能他要听不听的，所以就是要进入议会，对不对？有那个权利之后，你才能去把这个监督的做好。对，其实记者跟议员就是位置不一样，他们的功能上会有差别啦。其实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大头病，想要当议员？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做不同的发挥啦，影响力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这个参选的决定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冒险跟挑战。对啊，对哈。对啊，因为真的参政这个决定对一个人来讲，人家说政治不归路，但是呢，你也可以去把它做得很好。目前来讲，选举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跟挑战了哈。对。但是我是希望打一场不一样的一个选举了哈。我没有办法花很多钱，因为我是一个上班族。对。然后我不是要打传统的仗，然后我希望透过文宣啊，或是透过一些方式的活动，然后让大家认识我，然后愿意把这个监督施政的一个重任交给我。我希望我朝这个方向努力啦。但是其实在全国来讲哈，媒体参政已经是一个新的趋势跟潮流。对，没错。对，其实北部、中部、南部也都有记者参政，那很可惜台南一直没有哈。我就希望这个努力看看，然后给我们的媒体后进哈，也有一些机会，就是开一条路，开一扇门。我觉得将来大家也很有机会啦。我觉得就是以前台南的传统的参选，就是可能就是正二代、富二代才有机会，然后专业人士啊、教授啊、学者啊，真的比较困难啦。那我觉得媒体其实已经很靠近政治了，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媒体人从政，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啊。因为毕竟北部的效果还不错啦，口碑还蛮好的。对，所以这也是一种趋势啦。对。好，那目前国民党啊，在台南市这个市长选举的部分哦，就是有谢龙介跟这个立委陈以信。对，那这两位目前可能还在协调当中。那就你们议员这个部分嘛，其实一般都会说哦，好，我们这个母鸡带小鸡来选，对不对？那如果说由谢龙介跟陈以信两个人，如果说谁出现来选市长，对你们下面要选议员的，会不会有什么差别？其实哈，我觉得国民党哈重要的就是你要提早、尽早，然后就是团结。
就好了。我觉得谢荣介议员跟陈以信立委他们各有所长。谢荣介在台南很久，他有非常高的全国知名度。我觉得就是如果以知名度来讲如果说做民调，其实谢荣介应该是一马当先呐。然后陈以信是因为他是不分区的立委，然后他是台南人，归仁人，那其实他也是在政治界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在知名度上的确是跟谢荣介在地上是有一大段距离啦。那我是希望说党部他在协调作业上可以加快脚步，因为市长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其实是带领议员一起打仗，对，所以他必须要及早确定了。不管是谢荣介还是陈以信，我觉得提早，然后团结，然后相互，他们两个都是一时之选啊。坦白讲，以目前来讲的话，都是市长的一时之选。那还有高思博，他是选过嘛那至于是不是目前也不知道，但是可能的人选就是这样子。然后不管是谁，我觉得国民党提早，然后团结，然后相互合作，我觉得将来都是很有机会的，因为接下来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对，还有立委嘛国民党其实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政治观察，就是觉得说，其实如果一党独大，其实对我们台湾的政治发展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赋予在野党一些期许啦，然后还是有机会，国民党好好努力还是有机会啦。如果不好好努力，我觉得真的对有点对不起人民这样。对，我希望说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啦。对，所以其实就是希望说这个初选可以赶快的来选出来，要不然的话其实也蛮快的，11月底就要选了。对。然后现在民进党方面就是确定台南就是黄伟哲。对，台南已经确定黄伟哲嘛。其实以目前来讲他们就是连任，争取连任，所以他有现任的优势，还有行政资源的优势，他其实优势很大。那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如果说要打赢，很困难，但是要打得漂亮就是基本。对，就是至少你那个支持度或是那个选票要维持过去的水准，过去就打得不错了，像上一届就差5万票，那个黄伟哲市长说那个中间他没有拿到的是被无党籍的候选人拿走了，所以这一次如果没有无党籍候选人就是真的考验国民党，所以对，所以国民党是很艰困啦。对，但是还是要勇敢面对，对，还是要勇敢面对，对，没错。因为之前的赖清德副总统他在选市长的时候，其实他的票跟后面这个黄伟哲市长在选的时候票数就有差距，对不对？那国民党其实他还是有这个空间，然后又之前那个韩国瑜的那个效应，大家看的说，嘛不是不可能，你算过不算出来弄在个是三米，对，所以就是以选战来讲现在还是有一段时间，所以选战策略的运用啊，其实民进党他自己内部也有一些矛盾。对啊，像其实黄伟哲他这个之前跟陈亭妃委员在提名的时候就有这个县民风暴的事件嘛，对，那他这个县民风暴其实就你本身也是媒体来看，你觉得后续的话对国民党会不会是一个可以讲的议题？当然，它是一个国民党可以着力的议题啊。其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民进党的操作，它就是比较稳定的提黄伟哲继续寻求连任呐。那他对于黄伟哲的这个质疑，县民的质疑，其实在党内并没有平息。没错，对他的正国会的那个林佳龙，其实他还是有紧咬，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国民党的可乘之机啦？就是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我想将来也是不管是陈以信或是谢龙介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一个蛮重要的课题。那至于说是不是可以发酵到影响整个选举，我们就是有待观察这样子。对，没错。好，那现在就是也要等到这个国民党就赶快把这个初选作业把它做好，那才有办法让候选人安心的开始来拼正式的选举嘛，对不对？这样子才有机会各就各位了。其实民进党他们很快，他们就是各选区的提名席次啊，还有市长候选人都已经确定了，所以他在后来的一个竞选步骤是很清楚的。那国民党这边希望也可以用比较客观，然后不伤和气的协调方式，能够把它赶快处理好。对，这可能是支持者真的是很期待的事情。
好，那我们知道说哦，姚振玉这个姚执行副总，中华日报的这个资深媒体人，那现在就是说，你今年也当选了这个台南市9·1外勤记者学会的理事长哦，其实这个外勤记者学会真的是不简单，台南市所有就线上真的有在跑新闻的一些媒体都会加入这个学会，像我们公司也都全部都有加入哦，所以其实担任理事长的话，对你来讲啊，跟这个选举会有什么关系吗？其实就是我想大家都比较注意到这次选举我并没有打我的报社的名字，或是我协会理事长，我用资深媒体人，我希望我是一个记者的一个特性来吸引或是取得大家的认同哈。我之所以会接任9·1外勤记者协会的理事长哈，其实也是因为我在里面当理监事、常务监事也一段时间，然后对于协会，其实我参与了也蛮就是很久。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媒体同业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才想说，那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人想要接，或是可以的话，由我来接看啦。是坦白讲是这样子哈。我其实原先预估是我希望说，因为我们这个协会其实是没有预算的，对，它长期以来其实是一个比较联谊性质的学会啦，对，所以但是它是比较入会要有门槛。所以它不是，它是一个比较有设条件的一个入会不简单。对，因为它必须要会员同意，因为现在媒体是百家争鸣啊，很多自媒体，所以这个我们台南市外勤记者学会它是比较有门槛的，就是你如果要入会，你要其他的会员同意，有一个门槛，所以它的入会其实并不简单啦。就是我们当初这个学会成立，希望控制它的一个品质也好，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所以我接任，其实我也是责任很重大。那我希望说，其实我当初跟参选其实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啦，只是觉得说，我可以把它做好。那现在因为我比较忙于参选，但是我们的制度很完善，我们有常务监事嘛，对，我们还有理事。然后我当了理事长之后，我接手，然后有一些稳定的裁员的话，我希望说能够让学会也可以做到一些职业训练啊，或是一些联谊的活动，或是一些健康的一个，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学会做的就是联谊嘛，哈，对。那我希望说增进会员之间的情感，然后也对社会做一些公益活动。那再加上我们会员本身有做一些职业的职能的精进啦，这是我当初接任9·1外勤记者学会我想做的。那我希望说，不管我是不是在哪一个位置，这个学会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也会尽力来协助，然后让这个学会更好这样子。然后我相信就是说，我身为理事长，我可以代表哈，就是让大家引以为荣啊。对，好，我希望努力哈，让大家引以为荣。对，好，那你这次的参选啊，其实人家说被酸顾吼，那个家人的支持很重要，你家里的人都很挺你嘛？还是老公会不会说，你不要选？我老公也给我很大的支持哈，对。那我小孩也是很努力。其实我当初哈之所以会选举哈，在这里讲就是说，我觉得我也要告诉我的孩子，你妈妈还在拼哈，你也要很努力啊。其实基本上我是觉得说，那我的儿子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跟支持。他认为，因为他现在大学3年级哈，他觉得妈妈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就要去做，然后这个是一个过程，然后你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收获，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在你能力范围之后你就去试验。我觉得对。然后选举虽然很多人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赶啊，这么那个，可是我有一个长辈跟我讲说，你会损失什么吗？你会损失什么吗？你如果不要去借很多钱来选举，对，然后你不要让你自己倾家荡产，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你输了又何妨？何况你是那么容易，你是那么可能会赢的，对，所以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就觉得说，我可以试试看嘛。
就投入选举，对，让大家看到。真的有些人他是开出这集，过拿爸爸那硬砸，然后就那种的话，有时候会被人家质疑说，你到时候当选是不是要回收？然后像我知道姚姐你这次看板4块，然后其他都是自己在招团。其实就是说，虽然看板的钱也蛮贵的，但是就是在你上班族还能力负担得起的状况之下，所以就是也没有花很多钱去选举，但是你其实从这选举过程，你可以收获到很多东西。对，效果其实不错啦。其实我也有一些天使投资者，他们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也会希望支持我。我想选举开始之后，我也会做一些募款，然后让大家透过小额的募款，因为它可以抵税。其实大家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选举一个政治活动哈，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啦。那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很会影响负面啦，因为我觉得大家看选举都看负面的。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看待这一次的一个选举。我希望说我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然后让我在过程当中把我的理念去跟大家分享，其实这是我最重要的。然后我也相信我这样的理念可以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其实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支持我走下去。对，那你最主要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监督市政吗？还是？对，我叫暖心问政，专注民生。我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哈，就是其实通膨很严重，对弱势民众的一个关注，我觉得很重要。还有就是说，我的参选，我是一个地方妈妈，就是我除了是一个职业妇女之外，我也是一个妈妈。就是目前看来，我们这个选区其实是洪玉凤议员离开之后是没有妈妈级的参选人。那我是一个地方妈妈，然后我也被赋予，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的一个生活更好。我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你要选，而且你要针对哪一点？高房价。他觉得台南的高房价已经让大家很受不了了，怎么样让自己未来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几乎不能啊。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市政府在制定这些地震的政策的时候，他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他让土地的买卖，就是那个大区块的一个买卖，它就是市有地，它切太大块了，以至于它的地价很高，所以台北的这些建商到南部来投资，以至于他把台北的那种规格还有那种土地的这个价格哈，他就把它拉高，以至于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新建房屋的成本太高，都太高。以前几年前嘛，3、5年前还是5年前、10年前，那个20万一坪的公寓，就已经算是很贵的。那个喜悦，就是那个在林森路那边哈，就所谓的豪宅，20坪，1坪20万就算豪宅。现在基本都要超过20万到30万。你说这个对于我们的下一代来讲，他怎么样去买到一个房子？这个很困难吧？对。那高房价其实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当然不是台南的问题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市政府他在订定这些政策或是相关的一个配套的时候，是不是有去重视？那我还有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市政建设，它会连带的去推升房价。是。就是他可能在附近有一个开发案，签约了之后，这个房价就开始涨3万、涨5万。这个我觉得，总是你民意代表哈，看起来就觉得就是很为一般民众去觉得很抱不平，也当然也是为我们自己啦，因为你会发现说这个房价的一个堆高，就是真的太不合理了嘛。你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你只是签了一个开发的约。那个房价附近的房价就要涨3万5万，这个对一般人来讲怎么负担得起？而且我们的薪资水平是没有提高的，但是房价哈，就是我觉得台南市民对这个是非常有感的。所以当知道我要参选哈，有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关切房价啦。为什么台南的这个房价哈一直居高不下？然后市政府其实现在有开始打房，但是。已经追不上那种房地产增值的那个速度了。虽然有房子的人很开心，但是没有房子的人真的对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市府它是不是可以更有人性化来看待这个土地政策？对，这是我的想法。所以这其实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说啊，这不是整个中央的问题吗？其实刚听这个姚姐这样讲的话，经过你就是说，因为你记者方面，其实你会去了解很多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的议会。
当议员这个角色，其实就可以去对这个房价方面有所贡献，对不对？就是土地政策啦，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遏制那种财团透过买地，然后拉高房价、拉高土地价格之后，垫高它的这个买卖的成本啊。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做了？对，我觉得就是说，以我目前记者的一个判断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如果是当议员，你可能有更深层了解啊，土地重划或是更专业的问题。对，你就更有办法去收集到一些资料，对，然后来好好为我们民众希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然后地方妈妈，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对，哇，好，所以这个我们资深媒体人哦，在我们台南市要来想要选赢，代表国民党来选赢这一场选战啦吼。好，那就是我们今天也了解到我们姚真玉姚记者很多咯，他的背景、他的历史故事，还有他的理念然后。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市民朋友说的？我觉得对我有兴趣的可以加我脸书，然后关心我的粉丝页，然后也可以给我意见，提供我意见，可以让我更了解大家，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我相信以我的能力跟条件，是给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希望大家选择我。对，对，所以大家要看看说，我们到底姚记者他做了哪些事情，那就是赶快加入粉丝页嘛，可以对你有更深入的了解。对，那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啊，也有一个新的选择要不然就是很多都是旧的啦、接班人啦等等，那新的一个政坛新人，资深的媒体人可以让他做参考。好，那我们也祝福姚姐，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姚姐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感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咱市民新闻直播底下各级大了，咱再会，谢谢，拜拜。